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透过这集的节目，要带大家走一摆来了解到咱的苏明乌吉桑。顶礼拜的苏明乌吉桑103回来过身，和济关心台湾主体性运动的人真正唔甘。苏明出身伫台湾本省大家族哦，不过伊放弃着一切，真少年的时阵就产生着反抗的这个意志，尾啊留学到日本。哇塞达这个大学哦，接受到新的思潮，认同着马克思的这个主义，来到中国加入去中共哦，做地下情报。后尾来看破中国这暴力的这本质哦，嘛因为暗杀着这个蒋介石无成功防通缉，流亡日本41冬，伫东京开设着这个新定位中华料理店，甲这咧当作是伊革命的这个基地哦，认清着中共政权甲蒋介石的这个政权，伊写着台湾人400年历史。对台湾主体性的运动留下真深的这个影响，今日咱台湾新眼界、台湾大代志，邀请乡亲好朋友做伙来怀念这位老先辈。这部电咱邀请到4位来宾做伙来怀念这位老先辈哦。第一位咱邀请到苏明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敏宏，敏宏姐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二位咱邀请到这个苏明考述历史调集人拿树坡。大家好。第三，咱邀请到独立台湾会独立战车队队长这个叶世辉，辉哥你好。大家好。第四，咱邀请到这个国立东华大学台湾系教授柯建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苏明乌里桑过身吼，济人真正是真感念伊对台湾这个民主的这个奉献吼。首先，咱邀请到敏宏姐啊，过去你嘛帮伊做这代志，你甲伊的志业应该是真深的啦吼。所以先要来邀请就讲吼。过去，这个你甲伊的这个感情也好，对台湾这个奉献也好，来甲咱大家说明一下。乌里桑对1993年转来台湾了后，我95年就记伫咧伊遐做一个台湾民族主义演习班，我就去上课。对迄阵开始车队就开始，所以就一直对伊甲即嘛，就95年甲即嘛。伫咧身躯边其实学真侪物件，因为主要伊一开始就是先开宗明义，就是甲你讲，台湾是安怎爱独立，要安怎独立，独立了后，咱要建立什么款的国家，真简单明了。尤其伊咧讲遮理论，伊拢是真口语化、大众化、简单明了，互一般像阮无读书的人、袂晓毋捌字的人，大家拢会当了解到台湾要独立的这个大思想。但是对人阁真体贴啊！这是我伫咧这几年对伊遮尔久来，我一直感觉讲，真正因是大地主的家庭。但是伊咧开钱也真煞拍。对着一般的大众，伊拢讲咱爱共体贴，大家拢是工作者。爱体贴人啊，所以对这点，迄个人甲伊家庭背景也有真大的关系啦。伊讲因以前若厝的吼，人若来做事吼，大家食饭拢爱用捡的，因阿妈拢甲捡来，爱食饱才会使走。所以可能伊迄个家庭的影响对伊也有真大的一个影响，互伊一直甲即嘛来，到伊尾仔来拢是即种的做法。伊咧看代志拢是对人的根本来咧迄落，伊讲。到底咱要做，你要做一个什么款的人？咱要爱一个什么款的社会？咱要建立一个什么款的国家？你有一个系统来，才有法度。比如伊若咧讲像伊对文化上，伊对社会上，甲对这个制度上，这各方面来咧讲到台湾的这个大目标啦、大前提啦。比如讲，阮若每年拢会办这个马艺。包润饼糕、酥圆啊，甲甚至7月普渡嘛会抬猪公，有诶就是反大啦。伊讲即个时代啊，你搁咧抬猪公，还是讲即个包润饼糕当哩南部甲台北包润饼糕诶时间无共款，南部是伫咧清明，但是台北诶就是伫咧马月诶时阵，所以伊在文化上，伊对伊讲你一个社会一个民族。要形成，就是讲对文化、对你的生活共同体来形成起，这就是祖先所一直留落来啦。所以对这点，一般的政治人物是较无咧注重这。这是伊甲人无共的所在。所以做着这个台湾人，要讲到台湾民族主义，有足侪这个面向的啦吼。对。所以这个实践面啦吼，会当看到伊有足侪
将无共款这个方式。伊咧做的这拢是较大众的物件啦。有影伊较甲一般咧讲理论的会较无共款。一般大部分拢是就理论上啊、文理上，还是讲咧研究的方面。但是伊是对着一般大众，你要安怎甲因接触，要安怎甲因做伙。哦，啊！你了解台湾社会发展的过程，过程是才腾车开去创起来，所以伊对这个部分，伊就可能甲伊写台湾人400年史有真大的关系。伊是用民族的角度，用民族学、社会学的迄个立场来咧写这个台湾人400年史，所以这是甲一般。像有人讲啊，台湾社会就有一个连横，连环写的，台湾同事啦吼，台湾同事迄上早的嘛吼，啊，但是台湾人讲要以台湾人的立场来咧讲、来咧写、来咧研究这个台湾社会发展的，就是台湾人400年史，这是头一步啦。是啊。当然，伊内面有真侪资料，因为伊迄时代的欠缺嘛，伊迄个封建的时代，你无法度讲要摕遐啥物资料就有，所以伊当然迄个时代咧写有不足的所在，但是基本上伊的结构讲起来，伊是无啥物精查，伊是无啥精查，就是讲伊对整个伊咧看台湾人的历史吼，伊是对即个人的概念来，就讲伊个对，毋是对制度面来。你对人的发展来咧看，啊，所以这点甲一般有诶，我咧看迄个有一寡历史学家咧写的，伊若毋是看人啦，伊就讲来即个制度来甲加速变台湾人诶。然后讲伊讲是外来体制，然后即摆讲中华民国咧统治台湾，但即摆是蔡英文啊，是安伊要甲支持，是，对无？伊毋是对人咧看，伊是对即个制度看，所以伊对制度面来看咧，就讲清朝时代。荷兰时代、清朝时代、日本时代、甲中华民国，这拢是属于外来的体制，所以伊才会界定讲这是殖民地。伊是用这个学术的理论来咧讲，伊毋是讲啊。但是当然你讲，你这中华民国现主时内底，伊有台湾人，伊当然伊是中国人甲台湾人。啊，台湾人咧管的时阵，敢讲伊就是台湾人的国家吗？哦，这点就是到目前为止。真侪争议的所在，所以有当讲，你就台湾已经独立啊，啥，就变做会真混乱。啊，但是伊对这个制度面讲起来，讲咱是要拍倒中华民国，咱毋是要拍倒中国人，毋是要拍倒伫台湾的中国人。所以到尾期来，伊拢以前是讲台湾民族，但是到尾期来，伊就讲台湾自民。是。台湾自民当然伊就有加上，就是讲战后过来，哦，伫台湾生、台湾大的。即寡人，伊若有认同台湾的，哦，即寡人咱甲包起来，咱毋是一直甲杀倒出去，啊，你着外省人，你着中国人什么？所以讲，伊伫咧即个处理上，伊是真严格来划分啦。所以伊尾期来，伊拢讲啊，咱着台湾自民，台湾自民爱顾台湾，啊，为着台湾好，咱来共同来建设一个咱家己好大的社会。是，这是伊定咧强调的物件。是啦，咱要过来请教苏波啊，就是讲吼，咱这个少年辈。嘛真尊崇咱的苏明先辈啦吼，其实咯，对少年辈来讲，伫咧318这个学问了啊吼，其实认办着这个苏明老先辈哦，李上啦吼，啊其实有一阵仔时间是大家真正是无熟悉，但是伫迄个关键吼，互人真正真尊崇，这个少年辈关心这个台湾的前途，嘛甲这个苏明老师、苏明欧李上行招会。其实咱即摆看是看可能到2013吼、2014或者。318学运的时阵，咱会感觉讲，欧里桑是一个足有名的，是讲大家拢个对伊真安尼真抱吼，真赞、真支持安尼。不过其实阮熟悉欧里桑较早啦，吼，阮差不多2004年的时阵是知影欧里桑这个人，吼，嘛知影讲其实伊后来去当连战这件代志。不过咱嘛爱较，就是讲实在话，就是讲其实阮过去对迄个时阵，吼，迄个时间来讲，咱对欧里桑这个人，还是讲对伊做的。还是讲对伊想的，咱讲坦白的，咱无了解，甚至讲咱嘛咧感觉讲，咱讲好意思，讲开喙讲，足勇敢的讲啊，咱是一个台湾人，愿意讲啊，咱大声来讲出来，其实咱拢有丢毒啦，吼，所以其实我嘛真歹势，就是讲咱爱讲实在话，其实咧2004年、2005年的时阵，其实规个台湾的少年人对欧里桑是无熟悉，嘛无了解，甚至讲咱是有听过这个人有写过这本册。啊，哪像最重要的，甚至讲咱嘛毋知影，伊其实除了400年史了，以外，伊阁有写足侪物件。所以其实咱后来讲为2005
2005年开始实施学历送了，吼，甚至讲到2009年开始访问学历送了，咱才会感觉讲，这是一个足可笑嘛，讲足无彩的代志。用讲足重要的一个人，也是讲伊留下足侪思想的物件，咱有法度互后辈，也是讲以后的少年人会使继续知影无？这是阮为虾米甲伊后来较记者，也是讲哦，咱会较活的一个足重要的原因。是，所以这个少年辈啦吼，可能有一阵啊，咱头拄讲师婆讲的啦吼，就是讲有一阵真正无人捌伊，但是尾啊。有啥物安尼甲存存有这个原因伫？咱要继续来看讲，其实哦，伊的这个过往啦吼，伊的这个一生所努力、所拍拼，就是要这个拍倒着这个实名的统治啦。咱来看讲这个政坛吼，安怎怀念这位学历上，做回来看。台湾独立建国运动先驱苏明因为肺炎大院，20号半暝以高龄103岁过身。苏明基金会董事长洪明宏转达在新进程最后遗言，强调台湾一定爱赢，蔡英文爱赢。蔡总统甲中央人士对苏明离开也拢表达不甘。伊敢若是讲蔡英文爱赢，蔡英文爱连任，这是伊上尾啊甲阮讲的。他的很多的想法，很多对我们下一辈的人的提醒，我们都会记在心里。苏明本名是廖辉，1918年伫台北树林出世，捌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二战了后，返来台湾，认为要解决台湾长期以来的阶级压迫问题，只有台湾独立。苏明伫1952年因为计划暗杀蒋介石失败，遭到通缉流亡日本。40年了后，才返来台湾。这学生拢讲台湾甲中国无共款，啊，即马这一般民众啊，去讲台湾啊，这是一个革命性的真大的变化。苏明一生为打倒被士兵统治、被剥削的体制来打拼。伊捌讲，革命毋若是反对，而是要推翻体制。不过，台湾对革命无啥了解，苏明也认为太阳花学运是台湾历史重要之一。群众路线对咱台湾组织人去努力，但是敢若和蔡总统做。无合理啦，大家拢做。苏明近几年较少出席公开活动，不过有重要的政治活动，由外当看到伊招牌的古惑外套甲古惑裤清查出现，大写话台湾独立。就算后来主张也不再像早年的激进，犹原受到无同时期的学运分子推崇，将苏明看作真正的独派领袖。记者综合报道。咱看学历上哦，穿着这个牛仔衫、牛仔裤，哦，这是伊的这个标志的这个象征啦吼。啊，其实伊对着这个基层的这个劳工嘛，真正真照顾、真帮衬啦吼。咱来继续来请教辉哥啦吼，辉哥，你甲咱苏明学历上这个季节的过程哦，是自这个客运车啦吼，有这个车队开始来到小亭啦，伊的这个上大的这个意志哦，影响到你是啥物原因嘛？哦，我是专门客运车联谊会。副会长，啊，就是有一个机缘，一摆啊，陈水扁选总统啊，阮甲宣传啊，迄个落去台湾踅一周，啊，转来，啊，老师就甲我问讲啊，你要留咧带遮服务无？我讲好啊，我就带遮就留甲紧，啊，老师的理念。像我较活啦，我嘛是主张台湾独立的，就是讲，迄个专门这边，若是老师遮若要爱有啥物活动，要叫车啥物，拢是我咧运作，包括这个数字了这个代志，是，就是要这个认证要去中国啦，吼，认证要去大陆的时阵，迄个策划就是。我嘛一部分，就是监督认证的一举一动，啊，甲一寡立委，看伊多集合，啊，阮就开始布置，阮有设站，设迄个南口站，迄个啥物？南坎。迄个啥物所在？迄个南坎。是。南坎2站，啊，因为这。过程我就是讲，迄个台北市政府建设车咧带认证要上国道，但是阮到即个建国南路遮伊就甲阮挡起来啊。
断后的经济车就无法去啊。是，啊，所以讲就转转去，尾仔拢用电话来联络，因为阮有设2站关卡，吼，啊，就是讲即个南口这站若查无着，就是南坎这站嘿，这站爱迄个南口爱联络，吼安尼啊，到尾连线嘛是有去互阮炸落来，吼啊，但是阮着甲迄个中间着甲遮时间同遮久啊啦，吼啊去着人着迄个连线，伊着已经着飞去啊，吼我嘛是到机场啊，机场迄个时阵嘛真闹热啊，吼啊就老师的嘛是参与做伙，我嘛是参与做伙差不多我20年才有啊啦。20档啊吼。啊，老师的人是真体谅咱这艰苦人啦，吼。像我迄摆淡水边吼落去，老师伊讲恁要叫车要落是台湾一周，要甲淡水边宣传选总统，吼就是讲恁这司机吼真辛苦，对恁的某囝嘛真辛苦，吼就是讲恁顺这个机会吼，恁都若某囝想要载出来佚佗，吼一切的费用就是拢会甲你担当啦，是，吼恁有出车的人，一个人一工个补助恁1500块，照顾咱这个基层的这个劳动者吼。咱这艰苦人啦，老师真体谅咱这个辛苦啦。阮的建车吼下骹就写一个劳苦大众。迄个艰苦的大众出头天啦吼，劳苦大众出头天，就是这个台湾民族主义啦吼。回过头来讲，咱有这个影响到这个民防治有影响到这个少年辈这个事务啦吼，嘛有影响到咱基层的这部分。咱来看讲这个传奇的这个革命家。伊的这个一生的这传奇，咱讲吼，伊号做本名做石条辉啦吼，伊出生伫咧树林，这个学历的，就是咱讲日本瓦塞达大学吼，读着政治经济学部来遮毕业的，伫遮接受着这个新的思潮。伊捌做过啥物？捌做过共产党的这个情报员吼。咱等下继续来讨论这，因为这个思想的这转变，嘛是对着这个苏明老师。真重要这个部分，伊认捌着啥物，咱等下好好来讨论。头拄啊，苏婆嘛有讲着，伊的这个写的物件哦，毋若干咱台湾人400年史、日语，佮有这个华语的吼，这个部分，其实佮有写着台湾民族革命甲社会主义等等这册吼，书名回忆录啦吼。其实咱讲伊这写遐侪册，影响着台湾人是啥物？咱过来讲着，伊出生伫这个民族，伊过去。有咧讲吼，伫囡仔时代，伊亲目睭看到林献堂甲这个蒋渭水啦吼，伫台湾文化协会所做这个抗日的这个演讲会，嘛时常听到这个老爸啦吼，讲到伫东京是讲伫台湾这个抗日英雄这个事迹，敢若亲像看戏安尼，淡薄哎哟，真落痛安尼啦吼。其实伊尾也就去这个日本读书啦吼。其实咱过来请教，就是这个教授，就是讲伊安尼这个思想的转变，伫日本有新。认捌到这个马克思主义这个部分，去到中国认捌到，因所讲的这个共产主义是无共款的共产主义，所以伊尾啊有选择搁当来台湾，这个部分你甲大家解说一下。这个部分应该爱先等去到日本时代吼。其实要安怎讲，就是讲咱即卖一寡思想教育吼，伫咧早期拢是一寡知识分子，还是好野人。去做的啦，吼！坦白讲，你讲对阮阿公来讲，阮阿公实际上大阮阿公3岁啦，所以应该是算共一个时代啦。但是对阮阿公来讲呢，对阮阿嬷来讲呢，对因来讲，因迄种所谓英语 identity 吼，因的范围其实敢若迄个砖头尔。哦。所以也未到砖，也未到迄个乡，嘛未到迄个县，吼。所以。但是问题，迄阵啊，知识分子呢，都读册，伊就认为讲，因的迄种，因为以前是去向的清国挂中国嘛，吼，所以因本身就是认为讲，这是甲日本是无共的向的民族，所以因会去缀中国的一寡民族主义。所以迄阵啊，日本时代怀向的知识人物，其实拢是主张。中国的民族主义，吼，就是中华民族主义。所以迄阵啊，中国咧革命迄阵，在文化协会的人大部分啦，吼，
拢是对中国咧行，吼啊，王岐山本身因为伊是受到马克思的感染，所以伊是甲跩知识分子较无共，伊是去徛伫较人民的角度去看，哦，伊认为讲爱去反抗跩向的阿皮里面的敌人，吼，啊，就是日本人，吼，啊，嘛是资本家，所以到尾伊就走去中国，但是到去中国了后，伊发现了就讲要做这种社会革命、社会民主革命，为什么是爱死遮侪人咧？好，伊就开始想，我到底是毋是中国人咧？因为我嘛早期的第九周年就是中国人啊，所以走转到台湾。啊，走到台湾其实2礼拜已经结束啊啦，吼。但伊转来到台湾的时阵是发现着讲，为什么蒋介石的统治甲中国共产党无啥物无共？吼啊。当然啦，因为要想要刺杀向的蒋介石失败，所以才走去日本。在日本就开始咧想讲，到底台湾人甲中国人有啥物款的无共？吼，但是咱即摆爱转来到一个，咱咧讲民主主义的一个元素吼。民主主义是19世纪才开始的，迄是因为咧反抗压迫者才开始形成的。所以中华民族主义，咱即摆讲的炎黄子孙，其实嘛是100当前。100多年开始按向的叫做北教的叫做梁启超，吼开始伊咧做这个论述，啊到尾就是孙文摕去用，吼啊，王岐山为了要对抗这个英语叫做 hegemony 霸权，就这种向的民主主义所说霸权，所以伊咧想讲，咱台湾是毋是应该家己做主人？啊做主人需要一个咱家己历史，所以才去写在台湾人的历史即嘛出来，吼啊即嘛。王岐山的贡献其实是讲，伊咧写历史是徛伫人民的角度，吼，所以伊看起来是拢咧看向的劳苦大众。啊，王岐山伊的出世其实是好野人啦，的家族啦，吼。但是伊会当徛伫人民的角度，迄是真正是无简单的，真无简单的吼。啊，咱历史观拢是统治者咧讲，啊，伊是徛伫人民决定咧讲，是，吼。啊，你也知影拢会教育按即摆嘛，到即摆拢共款啦。其实拢是统治者的影响啦，无论是共产党、国民党统治、民进党统治，其实拢共款。但是王岐山是想要徛伫人民的角度来讲，伊无咧管你是啥物政党，因为人民是上重要的，人民才是即个历史的主体。伊互咱台湾人，也是讲互阮在咧学在历史的，来咧教历史的，互阮一个观念来讲，人民的历史才是历史，统治者的历史毋是。规个社会、规个国家的历史，系这是上重要的。人民的历史，这是历史啦吼。人民的历史，人为生活才是历史。是。咱继续来看讲哦，其实伊伫这个中国哦，有参加过这个上精华这个拜当。伊讲伊回想起来，伫1942年到1949年是伊人生中上精华拜当啦吼。伊伫华中华北捌替这个中国这个解放军哦，或者八路军啊吼，做干部做成员吼，甲日本兵相战，甲这个。中国国民党嘛相战过，这一生中嘛是真正是真传奇啦。咱看讲吼，革命进行式吼，这部这个纪录片安怎来说伊这个生平，咱做伙来看。啊，枪刀转来，你毋过无入境前咧，要安怎跳人？
苏炳的本早这个遵循着这个马克思主义这个部分啦吼，啊，其实伊到中共的时阵，认捌着其实这个共产主义甲伊所读的所完全无共款。伊伫遐看到啥？伫咧烧战的过程吼，八路军的这个过程，伊体验着这个毛泽东啦吼，甲这个非人道、甲个人独裁主义、甲这个极权主义啦吼。其实对伊来讲，伊看到是中共这个暴力的这个本质，对伊来讲是真正是这个思想思潮的大转变。你安怎甲看咧？伊去到中国，伊是怀抱一种想要解放人类、像要解放大众的一个心情入去。但是去到中国了后，伊发觉讲，伊迄做完全毋是社会主义的精神嘛，伊根本就是独裁啊！伊倒咧定互真苦恼，到底这较要咱要爱、咱要追求的社会啊？那安尼，即种的咱就歹啊！是，所以伊才真决断着逃离开中国，过五关斩六将。是。但是我感觉讲，对我来讲，我感觉伊身躯边的迄个日本女友，平和，迄是一个真，我相信对伊影响真深的吼，拢是伊身躯边的一寡女性。是。所以为什么伊会当真用阮真侪，拢会吸引真侪女性伫边啊？大家拢认为讲伊真花心啦。但是我感觉伊有伊的道理，因为第一伊的阿嬷，因为伊阿嬷是酒馆。啊，酒馆就将因老母带大汉，所以所有的家业拢因阿嬷伫咧还。啊，第二就是当然平和希拉雅是对伊来讲也是另外一个无共款的。像拄仔讲伫咧马头顶，伊就想讲下骹就无毋知要安怎落，伊就讲跳落，但平和已经伫咧下骹。是。你讲哇，迄真，我感觉讲一个19岁查某囡仔，19岁入去到尾因6、8年嘛，才20几岁。伊做代志遐尼决断，化妆就妆。是。所以我相信伫咧尤其阮真侪地下工作内面拢有真侪女性，拢有真侪女性，所以当然迄有女性的特质啦。是。所以伊对伊来讲，我相信影响伊真深啦。所以伊伫咧即个看到中共的迄种根本就完全无人性的做法，伊想讲无倒来台湾袂使。当然倒来台湾看到蒋介石迄种的独裁，伊毋知影日办嘛吼。啊，迄种的独裁，伊想讲爱走啊，无走袂使，所以就搁创金蕉船去日本。是，咱继续来看吼，咱头拄讲到，敢若是伊这人生的头半段啦吼，咱继续来经历着伊这个人生大事记吼。咱头拄嘛讲过，伊出身是这个树林啦吼，啊，台北一中毕业了后，就来去这个外西大读这个政治经济学。咱嘛讲到，伊加入中共哦，参加着这个抗日。这个甲地下这个情报这个工课啦吼，啊，1952年的时阵，要这个刺杀这个蒋的吼失败，啊，伫流亡日本经营着这个新店味的这个餐厅。等下就要好好讲着这个餐厅啦吼，尤其伊写着对遮做革命这个基地，写这个台湾人400年史，啊，尾下咧成立着独立台湾会，开始吼，伫1981年的时阵，搁伫美国。这个大学哦，甲台湾留学生做社团来做演讲。啊，1993年的时阵，甲这个独立台湾会哦，迁到来台湾，做的就是咱的宣传，甲组织的这个活动。2005年反对着中国通过这个反核的法律，伫台内静坐12天啦吼。这个咱头拄嘛讲到426这个活动吼运动啊，要组织着连战来去中国。2016年，吼这个蔡英文总统聘着是咱总统府的这个主政。2019年，伫这个台北医学病院来过身，继续咱要来讲到这个新定位啦吼，伊直接做这个革命，这个咱的这个闵凤姊啊，应该嘛有听过伊讲这段故事啦，会晓文，会晓武，搁会晓炒大面、包水饺。啊，伊包水饺搁真好食。搁真好食。我1999年头一摆去日本，啊伊入去迄个新店面吼，伊就落灶骹，落去水落灶骹，水饺吹到散，然后伊上重要伊拿手是大卤面，大肉面，是，大肉面落去啊，所以尾下因遐煮，我拢讲无伊的迄个味道，无伊的味道，真正伊的水饺吼，伊咧皮个薄，啊内面个透明，啊食落一喙多一粒多一喙，啊。转来台湾我是无啥爱食水饺，但是去遐我就一定爱食水饺。啊，阮有个同志吼，迄囡仔才2、3岁啊，啊嘛是带去啊，啊若去吼，伊当炒饭，啊炒饭好食，日本的米好食，啊所以去讲我要食炒饭，啊伊要食炒饭，啊逐摆就一炒了骨落盘，伊嘛是拢食去，啊囡仔人拢够食，啊伊就是透过即种的
摄水饺，啊摄水饺就，而且伊迄阵啊有碳，有碳吼，伊钱捌咧囥阮人，面床头伫咧拄仔内面哦，啊人若去找伊哦，头个月要偌济，啊就拄啊，伊毋捌咧记，毋捌咧算的，毋捌咧记下，所以我想真侪人拢受到伊即种的影响，拢受到伊即种的帮助啊。当然有认为讲伊是一个大一个总破师尔，实际上伊是伊咧日本咧店隔壁一个卖花仔的头家，啊，定着爱甲伊讲一寡历史的物件，伊会使讲世界的史。像阮若定咧上课，伊就因为讲人类的历史的发展对倒位开始，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啊，搁奴隶社会，安尼伊一套一直讲啦。伊主要就是要互大众知影讲，你迄个铁学的精神是啥物？因为你人爱有铁学的思想，你才有法度知影讲你要做一个啥物款的人，你要爱建立一个啥物款的社会。这是伊一代真强调的啦。其实今仔朋友有一个朋友就甲我讲，你爱加讲一寡较趣味的代志啊！你上趣味的代志足多啊，比如阮包润饼糕啦，即寡少年的才大家做伙啦。但是我是感觉讲，我较爱互大家知影讲，欧里桑的思想伊的精神，这点是大家较毋知影的。当然尾期才，阮遐一寡较亲的只朋友，大家拢像阮即几工欧里桑住伊伫咧病院的时阵，一寡朋友大家拢守伫病房内底啊，甲伊做伙。大家拢真正讲啊，但是我感觉伊也是上尾啊，伊也是真欢喜啦。因为上尾啊，当伊要走的时候，伊就目睭向掰开，伊讲好，甲阮应一句好，啊伊就转去。所以伊毋是迄种会点点啊走的人。就话看伊是毋是困困啊走？伊的一生绝对是戏剧，绝对是戏剧。伊无讲哦，伊会当扯断，伊定讲做革命就是啉盐空嘛爱去啊，做啥物较歹的代志，伊讲你若有光的所在，一定有暗，一定有乌影。所以真侪你若光偌大，你下骹的乌影就偌大。所以伊讲看代志绝对袂使干那一个角度去看。伊若咧甲阮讲物件，伊共咱一个目的哦，伊会用无共的角度甲你问。啊问应毋着，伊会甲你骂。甲你骂。你这个物件安尼讲，伊讲看这边是安尼，看这边是安尼，你无共款啊。所以伊会用无共款的角度，甲你问共款的一个答案，讲一个物件。所以伊是一个真活的思想的，伊绝对毋是教条，讲这个就是这个，啊，这个就是这个，无迄落代志。所以伊若甲你问，你也无一定会，伊就知影讲你有理解无理解。这是伊咧甲即寡大众。伫咧讲，咱讲教示的时阵，伊会用无共款的角度来互阮知影。这点是无简单的代志啦。尤其拢是咱讲遮基层大众毋捌理的，也是讲较无怎，你若较够读书啊，你反应较紧啊。啊，阮有时讲你讲10摆，阮无一定才知影1摆啊。啊，所以这点是伊真用心，要互大家会当知影讲。啊，有时啊，若讲久来，伊讲烦，咱你逐摆拢讲共款，但是伊就是要互你记牢伫咧心肝。有影，所以要搁请教师傅，老师有安怎甲你教示无？倒落讲着较趣味的，讲其实咱拢知影，欧里桑是瓦西达大学毕业的，不过我是感觉伊社会大学嘛读足久的啦吼。但倒落讲着咱倒落个大卤面啦吼，还是讲啊就是水饺啦吼。啊，其实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志豪，吼，伊最近嘛写一句话，伊感觉足趣味的，讲。伊咧讨论讲，欧里桑到底是爱啉秘鲁，还是爱啉雪碧？吼，啊，伊就讲，伊感觉秘鲁其实是欧里桑个甲大家交配的一个工具啦，吼，所以伊的态度是认为讲，欧里桑应该是较爱啉雪碧，秘鲁是一个咱咧交配的物件。啊，当然欧里桑对我的教示是真侪，就讲阮其实是06年的时阵熟悉，啊。讲实在，即句话，欧里桑讲一句话对我影响真大，就是讲我本来是想要讲乖乖啊做学者啊，就乖乖做研究生就好了。啊，毋过迄届就是个欧里桑咧台嘛，吼啊，伊就咧门口讲一句话，吼啊，伊就讲迄句话，伊讲台湾人话讲伤济，做伤少，吼啊，伊搁挑工后壁接一句哦，吼，伊咧台门口诶，吼是接一句讲。尤其是知识分子，啊，这对阮实在是足大的刺激。讲，咱读遮侪册，咱到底会使对台湾做啥？所以我甲
志豪啊，吼，还有一寡好朋友啊，所以后来才会舞落水溪嘛。是。啊，落水溪这个社团吼，后来才慢慢啊讲，咱甲这个社团啊朋友吼，一年啊，等后日上09年破病的时阵，咱才会来讲，无咱甲人挖来，来，咱来开始做后日上的访问。啊，访问的时阵讲实在，就真正是。吼，迄工人有咧讲啊，讲笑话，讲来做后日上的语录，就讲要甲伊的话做一个整理。是，我就来下骹留一句，我就讲啊，书面考试数的规本拢是啊。吼，其实后日上用伊的，用伊的知识，用伊的经验，上重要就是讲，就拄仔敏宏姐嘛有讲，伊用伊的行动甲咱教生命的道理。是，我上知影就是，譬如讲，阮去访问，大概去一开始咱都做歹势。坐就坐4点钟，吼，后日上就要落来陪你，啊，坐4点钟访问，访煞了后就讲，咱就想讲要走啊，因为歹势讲，哦，一直甲人交了啊，吼，敏宏姐就甲我教，讲敏宏，后日上叫你落来食饭，其实嘛是叫你陪伊，啊，嘛是安怎，嘛是伊一个做一个士大人吼，迄思考啊较吼完全、较周全的部分，伊感觉讲，咱来遮吼访问遮久，啊结束应该食饭，所以其实食饭。这件代志，互我学习就足济。伊嘛真趣味哦，伊会规定你安怎食。吼，比如讲你若讲食迄羊肉肉有吼，用迄sukiyaki 啊，伊 sukiyaki 伊会规定你讲吼，你下骹豆腐安怎放，肠仔安怎放，吼，爱照步来，嘿，爱照步来，一定安怎创吼，安尼才会好食。所以，虽然讲奥利桑只是做派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不过伊对于生活的品质，吼，咧食音乐。吼，也是讲文化，其实伊对这重要。伊无一定伊无一定注重讲吼，也是讲穿啥物衫啦，也是讲厝爱偌水啦。不过伊对人的感受这个部分，伊其实是足重视的。是，咱继续来看讲吼，这个台湾啊吼，伊讲着一句话，或者是台湾人毋是中国人，台湾毋是中国这一部分。伊的这个伊讲的话啦吼，定定会当互咱做到真正存伫心内这个部分。咱看咱所经历的吼，咱有经历到差不多7句啦吼。伊所讲的第一句是啥？伊生中上快乐的这个时光啊，就是伫1960年代，除了卖面趁钱，就是写咱台湾人400年史。同时阵嘛训练着咱台湾革命的这个同志啦吼。啊，伊讲着殖民地必须要有这个民族的解放了后，才有可能有民主。若是讲台湾无独立，台湾这个所有的这民主哦，拢是假的民主。啊，伊讲着上重要就是讲台湾民族主义啦吼，是对抗国民党甲共产党中华民族主义的一支战旗啦吼。啊，伊嘛讲着这台湾独立袂当一直停留伫咧感情的这战处啦吼，因为对方所要甲咱所歹吼，就是咱要独立啦吼。若是讲对方善良无歹，咱就无要独立啊嘛。咱搁看到伊讲着什么？伊讲着台湾人追求着独立，是仰望着甲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会当做伙来坐，做伙来起啦吼。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代志。啊，伊对中共上失望的是代志是啥物？伊讲伊无甲 humanism 人道主义放伫咧这个眼内啦吼，只是这个甲人做成是当做是一个社会这个机器。所以伊讲着要做人吼，学晓做人，才会当做台湾人。其实这点嘛是真重要。咱继续要来请教辉哥啦吼，伊讲着即句话，会晓做人，才会当做台湾人。你伫伊的身上看伊做一个台湾人，伊的这个模范伫倒位？老师的人吼，伊人真照顾咱艰苦人啦。吼，啊，在你若像我咧带队出门吼，伊拢甲我交代，讲这警察吼，一平者啦，咱莫去刁难。吼，咱爱照因的规矩来安尼。吼，伊的人遮真对，伊咧反对的，就是反对民政。政权啊，吼，是这个警察本身啊。伊对咱这下骹的人，像这基层的，像这警察啊，什么吼，这让我定定咧接触着伊，什么代志拢是我咧协调，吼，拢伊讲咱对这人拢爱较特别客气，吼，啊，老师的人吼，伊就是讲，咱做代志爱脚踏实地，吼，啊伊嘛定甲我交代讲，咱家己爱好，爱先做，爱做好，啊，再来照顾别人，吼，
老师的人就是安尼。是哦，所以这个老师对大家这个影响应该是拢真深啦。咱继续来看讲，苏明哦对整个这个台湾独立运动的这个影响是啥物？较早咱讲伊较早派这个台湾独立运动的这个领导人啦吼，啊是运动者内底较少这个认捌着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人。咱头头嘛讲着，伊创立着独立台湾会哦，带领着武装起义革命这个经验，尤其是较特殊啦吼。影响的对象是啥物呢？伊所建构的就是咱规个这个整个的这个台湾史观啦吼，甲这个希望这个国人的这个主体意识，甲这个价值观，就是咱头端嘛讲到这个 identity 的这部分，嘛互真侪人互看做伊是这个台湾独立运动的这个教父，嘛是咱台湾独立建国的这个精神的导师，嘛真侪人这个政治学术的工作者，拢受到伊的这个影响。继续，咱就来看讲，其实咱头拄嘛讲到，伊这个思想的这个转变到底是啥物？咱头拄有讲到加入中国共产党去做情报，啊尾啊，过来到日本吼，41年吼，直接写台湾这个台湾人400年书，这个整个这个思想的过程其实有转变。咱做回来看这个革命进行式是安怎写这部分的，做回来看。哎呀，你秘密伫读迄个马克思主义讲出来的，有一个中国人啦。啊，那中国人一个讲咧，伊看我台湾人，伊说的是哪？秘密讲伊是中央来地下工作。少年时阵咯，想代志较粗啦，所以讲安尼讲，若即个个斗安尼就变安尼来，所以讲我就是讲，我若是日本人，伊若讲要为了国家死，我就为了抗日死，吼。先安尼忽然呢，中央想讲我来抗日啊，这对中国是安尼。我们该如何处置这反动罪大恶极的地主呢？枪毙！枪毙！这样还不够，要3万刀报仇之事才可以。来，3万刀！3万刀！因为台湾，我在迄个讲出来看这个土地改革，你看，而且呢，在吼农民对地主的仇恨怎么样？我讲我安尼拍会死，伊讲就条条要互死。3万刀！3万刀！3万刀！好，那每人杀1刀，可不可以呀？可以，可以，决定，决定。谁先来？喏。啊，这种中国的经验，真重要是讲伊对左派、对这个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吼有伊的欣赏，还是讲崇拜。啊，结果伫中国所看到的是不那么一回事哦，杀人无数。啊，这好，就由你来杀第1刀。我。啊，我迄阵我就真缩过啦，我讲，这个代志是，而且讲，人类唔知10世纪啊5世纪以前有哪有这个代志？即阵啊讲才变安尼，啊你个讲是啥革命的先锋，啊你做这个代志，啊你个是啥？啊，甲大家无钱袂使，我看
我阵啊，成日讲我3、4日饭吃袂落去，我想，安尼我台湾人咧做要安怎啦？咱看到纪录片内底哦，就是伊这后壁这个像，就是咱切格拉瓦。啊，其实对这个市民来讲吼，嘛是真重要一个人物。啊，其实咱要讲倒，就是讲伊这个思想的转变，咱继续请这个教授。其实我觉上互我上大的一个样的影响就是讲，除了头头人讲爱心学要做人，才能做台湾人。其实后壁佫有一句上重要，爱要学做一个好人，才知影安怎做一个好的台湾人。啊，这个人是伊的思想的一个中心啦。伊的思想的人是中心，毋是国家的中心。是。咱拢咧讲民众，咧讲国家，咧讲政权。但是比如讲，伊咧考虑个台湾民族主义的问题时阵伊其实嘛会甲遮伫台湾的遮新住民，就是讲中国人、外省人合作做伙，讲，就是讲台湾独立变做一个国家，遮人爱照顾，因为因可能会identity是中国，但是你袂当因为安尼甲排除出去，因为伫遮拢是人，你爱甲照顾。伊咧讲迄个identity其实是咧对抗迄个决定，迄个压迫台湾人的迄个中国民族主义因为这个人的问题，所以伊其实是照顾后辈啦。阮坦白讲，阮拢去互因照顾过啦。尤其是早期，无论伫日本啊，还是伫美国，伫外口有咧做运动的人去找伊。伊拢足大方诶，钱就互你，钱就互你，钱就互你啦吼。佫有一个上大诶优点吼，是伊有诶，就是讲，伊咧做代志吼，袂去共勉强。安怎袂去共勉强？比如讲，伊主张台湾独立，是，但是伊知影理想甲现实诶问题，所以伊举伊旗啊，伊袂去逼即卖诶政府，就是讲以前诶淡水美政府，即卖蔡英文政府讲，你一定爱安怎？因为伊知影国际现实做袂到，所以但是伊知影，但是即个机爱去啊，因为伊爱甲做教育理念，伊就教了，但是现实上若做袂到，暂时做袂到，伊袂去为难淡水比，袂去为难蔡英文总统，伊的做法拢是共款啦，吼，我会讲这是伊知影安怎做人，互阮上大的一个向的启示。是，所以咱继续要来讲着啦，其实咱。追随着咱苏明先摆互你送啦吼，伊的这个身教，佮佮伊的这个作为，其实对咱台湾人的影响真正真深。咱尾啊啦，要来讲着这个上尾啊一堂课啦吼，就是讲现主持咱今日这个灵堂嘛设好啊吼，其实嘛望这个关心苏明互你送的这个追随者也好，去甲这个念香，去甲伊讲一下话，去甲伊对话一下。咱这个灵堂设伫倒位？伫咧民权东路2段一边对面的金宝山。是。阮是较无爱讲灵堂啦，因为欧里桑伊一世人伊就非传统的，当伊传统的迄个传统爱顾落来，这点伊是无反对，伊爱顾传统，但是伊咧做的代志拢是非传统，拢是迄个传统以外的代志。应该讲学堂。阮是该号做人生的学堂。人生的学堂。人生的学堂。是。所以今仔日开始，总着有人急要去甲伊要去祭拜啊。是。阮就是甲伊，因为屋里上也无承认。有一摆一个朋友问讲，阮遮少年的，屋里上死了要安怎办？实在恁啊，我看无啊。所以伊也真看会开，伊讲反正即落死就是无嘛，因为革命是进行式内面伊嘛安尼讲，所以一切拢是化无去啊，所以伊就讲不在恁去做啊。阮就讲人生的学堂上尾啊一节课，所以阮6月底才甲办一个人生的最后一节课啊。因为伊就甲师傅啊讲，你来招少年的来上课啊，爱来上课，爱来讲话，甲讲几落摆。我们不然就6月30干脆来办一遍。是。即马伫咧金宝山遐，互大家去甲伊祭拜。阮嘛按算上尾也要甲伊办一个毕业典礼。毕业典礼嘛，无爱伫咧殡仪馆内底啊，因为我想讲，你若讲伫咧殡仪馆内底，大家安尼。行礼如仪，即落物件毋是家己啦吼，毋是伊所追求的，咱嘛无爱安尼，所以咱要用亲像100岁生日迄种的方式，要来甲
送伊上尾啊一段路，啊来举行伊的毕业典礼。是，但是虽然讲咱是毕业典礼，但是这个台湾独立这个革命啦吼，也无毕业，也搁咧进行着，对。咱继续要来请教苏波啦，就是讲，咱有一个计划，就是要甲伊这个景点重建。头拄你嘛讲到这个医疗的这个部分啦吼，要甲伊做 podcast 和流传啦吼，全世界流传，尤其伊这个台语这个音哈，尤其是对这个搁较古早的这个。日本时代是讲搁较进前的清朝时代，可能都有诶，这个传落来，所以这一代使传一代。你的这个计划是啥物？讲我咧上定讲死就是无，不过我认为是无限。就是永远的艺术。是。所以咱重点就是讲，咱甲过去访问的声音甲留落来，是变成一个广播节目。会使世界每一个人拢会使随时会使听这个物件。第二就是讲，咱嘛希望明年。咱新丁味，我哩上过去大的迄个所在，咱嘛使用一个群众的主的部分，咱甲变成中线，是，互大家每一个人去日本，互去新丁味食面食煞，会使去楼顶，互看讲这就是咱台湾精神发扬的一个所在。吼，那第三就是讲，咱嘛希望，吼，咱大都有讲，吼，10月13，吼，咱要嘛是共款，咱要为凯道，吼，就是讲办一个我哩上的。毕业典礼是，不过咱进前，咱会先为台湾大学，嘛是阮甲欧力上实在一个起点，咱会咧遐办一个大游行，为遐大家斗阵，甲欧力上加凯道，做一个结束。头拄你讲到这个木珠的这个部分啊，因为这个新丁味，咱头拄嘛讲到，伊伫遮做这个做大面也好啊，做这个包水饺也好，拢是一个这个革命的基地，因为其实暗时吼，伫遐写这个台湾400年史，咱尾啊先过来看到咱这个台湾人400年史啦。咱这本吼是这个日语的，啊尾啊佫有啥物这个语种，咱来做回来佫看一下吼。1962年就是出版的这本的日语版本的，然后1980年代是这个汉文新版，1986年代有这英语版的吼。伊的意义上面，咱佫来回顾一下，就是讲到咱这个台湾民族主义，咱头拄嘛讲到足济，伊这个民族主义包括着这个人的这个精神是上重要的吼。啊，伊这个左派独立的这个路线嘛，表示着咱台湾人政治认同甲这个身份啊，会当用各种方法，伫这个台湾的社会经济，伊为着这个核心嘛吼，互这个劳苦大众用因的角度来写台湾历史，嘛是伊上大的精神。最后，佫要请这个。民防指啊吼，就是讲咱做遮济代志，咱头拄嘛讲到，也未做到的代志，也佫真济，爱安怎去进行？咱当然就像拄仔苏波讲的，就是伊即个日本的迄间店，阮即摆已经甲保留落来，啊，佫来伫咧台湾新庄这个所在，大家拢讲是伊的徛家啊，其实迄是伊的工作的据点。是。伊无私人的空间，伊完全拢是为着政治工作伫咧活，所以伊所有的一举一动，伊拢为着政治工作伫咧做。所以伊即个部分，尤其伫台湾来讲，我感觉伊是一个相当难得的一个人啦。所以要安怎将伊的遮物件保存落来，然后该发展出去，会当影响更较侪少年囡仔。像咱拄仔有讲到。咱真侪拢是国民党的教育落来，所以我毕业的时阵嘛，也认为我中国人，真思想啊，真像啊，咱中国人安怎。但是尾下来受到欧力上的影响了，即摆少年囡来讲，台湾人毋是中国人，伊就有一个发展啦，已经分开啊，台湾甲中国无共，即个思想已经落来啊，所以迄是一个政治。欧力上来讲，你若落一个政治落去，伊无论偌久，伊会补个，伊会补个，伊会发展，对啊。所以咱即摆要爱，就是要。政已经落去啊，咱要安怎互伊摊甲规台湾？要安怎互伊发扬，互伊生出更较水的花？我想这就是咱的责任嘛。人伊的责任已经煞。所以咱看到这个使命团旗虽然煞去啊，但是伊的精神也未煞。伊的肉体已经煞去啊，但是伊的精神。我相信也佫会影响佫较侪人。是。啊，但是咱要互伊就安尼煞无，是咱的代志。有影。所以这是咱应该担起来。是，最后要带大家来看这个台湾民族主义这条歌。那么感谢所有来宾，感谢。